人无，有用咱着来去世界数，愈慢愈亲着愈会加保守。台湾俗语摕来谈，心识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有一首四句联是安尼讲，伊讲无论平埔也是汉，骹步手路拢同款，大家合作上美满，安尼毋才是台湾。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但是因为汉化融合的缘故，使得平埔族甲汉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语言文化互相来透染，所以咱会当从平埔宋江保留的一寡动作来看这个汉化过程的混入。到底这个平埔宋江有啥物款的特色呢？咱做伙来去看卖咧。内蒙古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平埔上江，有怀山上江、毛埔上江、石溪上江。其中怀山上江大部分是平埔族的后代，因将拍蜡的文化融入电视内底。平埔上江伊就是爱狩猎嘛，狩猎拍蜡咱就看一个哦山猪也是啥物山径伫遐，咱就是爱摕迄拍蜡的物件具较加接近迄个动物。家称哦，敢若咱平埔才有尔。伊这家称就是讲，就是意思讲，咱较早咧做农吼，缀个册吼稻谷啦，伫咧埕遐咧晒册晒去，即摆鸡伊会来食这册嘛，伊则用这家称吼，甲赶迄鸡赶走安尼意思。平埔上江向汉人上江学习电视，时间一个久，所保留的动作，哪剩田鸡尾甲踢脚跳。田鸡尾意思就是练咱的骹的力嘛，骹伊这骹有力啊，你屈爱屈会落啊，表示讲练你的骹力嘛。当作男关注带团练习平埔上江。唔仅是咧练功夫，上重要是透过一个汉人的民俗技艺，产生互人透染流失的平埔文化。感觉较可惜的，就是讲这个平埔咱属于死老个啊，这个语言吼拢袂晓去，用通话拢袂晓，所以讲哦，就是讲这个讲要保存这个物件哦，较无简单啦。上江属于阮地方的文化嘛。就搁用这个上江的较早祖先所教来的，伊的电视甲伊的兵器。中母头上江西镇是汉人上江，融合了西镇的电视。出阵的时阵，拢会以拍面来进行邀请，专门带西仔的舞者合作西奴，伊举狗仔甲西镇带路。在台湾这片多元族群融合的土地上，无论是平埔也是汉人，拢是这片土地的一份子。内蒙上江为早期保护家园的练武功，演变到今对宗教信仰正作为民俗技艺，嘛为族群融合的台湾开发史留下见证。宋江镇有分做平埔宋江参汉人宋江。但是因为这个汉元融合以后，平埔宋江却慢慢来失去伊原有的特色了。这到底是啥物缘故呢？即马咱就来邀请中英大学台湾研究所的简景云教授，欢迎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咱现场咱关注伫遮吼，咱来请教关注就是讲，恁迄个平埔宋江吼，上大的特色吼，甲汉人的这平埔宋江，就是汉人的宋江甲平埔宋江上大的分别是伫咧什么所在哈？因为这个汉人上江和平埔的上江是伊的名称那有无共款啦，就是
开始的时候，因是讲开四门，啊，阮是讲东西一，啊，因是讲连家水，阮就是关串，啊，阮咧讲的，阮是讲营五，啊，因是讲白河镇，所以名称无共。阮保存上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这个田家味，就是阮的祖先较早有咧，安那有咧拍落啊，伊就啊久的接近迄个动物，你毋则家己会得，啊，就是爱久较足地迄个田家味。所以讲，这款特殊的动作啊，哈，是属于讲恁北部宋江唯一所拥有的物件。敢若阮所有看过，咱台湾省的宋江，敢若这个部分是敢若阮北部宋江有尔。啊，恁这个宋江馆到呾是有偌久的时间啊？阮花山宋江的起源是自这个乾隆的年代，乾隆的时代，伊一个6品的迄个市委。哦。伊较早是迄个平定迄个台南迄个安平之乱，是啊，清朝才派伊来伫阮即个华山才管理遮内文乡才税收。因的孙，迄是伫迄个嘉庆君的时代，有戴条青，啊，伊即个养兵养马，因会爱开钱嘛，啊，伊就组即个自卫队。自卫队伊有迄阵戴条青有教迄个阮华山上江，啊，黄埔上江。石坑上江伊架3阵，啊，即摆你啊外庄头有迄个兵马，也是讲土匪要来，伊即摆就去迄个山顶遐，用一个鼓啊讲足紧，啊，逐个鸡石头拢放伫厝，就举起来，来迄个所在遐集合对抗即个外口迄种自卫队。啊，甲即个日本时代时，伊即个阮遐观音佛祖，伊个庙遐香火足旺嘛，啊，伊绕境。啊，了讲较早迄神明啦旺吼，人喺外口会来抢，啊，所以讲就叫阮遮个上江镇去压迄个大桥，啊，伫遐游景。是。即个历史就是安尼啦。阮的上江的人员大部分是8%拢是平埔的，平埔阮遐姓像我姓东，啊有姓力量的力，机车的机，啊有姓兰花的兰，月亮的亮月亮的亮，足侪种。后生猫，后生买东西的买，阮这较早是迄个，因咧讲的是讲迄个皇帝属性，啊有一种讲法是讲日本时代了，要去户口事务所登记，啊用平埔啊音来甲翻落，啊你的姓呢，其实安尼好，就要都是讲即个，普是讲老一辈，伫甲讲。是安尼吼，教授啊，咱先甲你请教一下吼。就是讲这个平埔宋江这个缘由啦吼，就是这个平埔族吼，当时伫这个内蒙的分布大概是安怎？啊吼，因甲汉族之间的这个融合的这个情形，如果是如何，你会当甲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新港社其实伊的原住地是伫台南市，早期的平埔拢总是伫滨海地区，西部平原滨海地区。啊，甚至那迄落伫东部是干那伫柑仔兰、宜兰的柑仔兰。即马问题就是讲，内文即个所在伫乾隆时间，要阁是翻盖线，就是即马恁的迄个中央迄个山系有无308，哎，308，迄个所在拄多拢较悬的所在。迄个所在早期清朝调即个新港社去内文，最主要就是要防止即个祖族出草。所以因即马问题出来啊，因伫原住地的台南市。刷去伫即个迄款迄落内文，伊是对遐刷来遮，伊要安怎伫遐，要安怎适应？是，伊就爱一方面就爱去，那即个顶悬的那假使有动静的时阵，因就爱马上就爱戒备戒备啊，然后因有那伫遐爱去耕作，来营生，是，所以即两个。A 这个族群甲这个 B 这个族群融合的时阵，我咧调查平埔的
内底，我感觉所谓汉化的过程，伊佮加入因家己的元素，原本的物件有伫咧内面。因平埔啊的即个文化的元素，佮加入内底。哦，我即马讲一个咧，阮屏东，伊云啊住伫滨海地区，凤山八社马卡岛住伫滨海地区，啊，互清朝乾隆中孝甲乾隆42年，台湾的知府蒋元书，伫即个阮即马185这条线。是。这条线设这个关隘，设这个关隘，所以因走去到遐的时阵，这边东边就是排湾族，西边这边就是六堆客家。是。因遐拄啊夹伫中的时阵，早期平埔调来遮的时阵，拢变做这边汉人加这边的原住民的布洛卡。了解。啊，当时的原住民最需要平地，就是盐甲铁，因为山顶无产盐，是，啊要铁就是要做武器，啊平地的人需要这个山顶的，就是山产，山产内底就是药草。落皮，所以呢，你平埔啊，你本身是住伫遮，即马互人调来伫即搭遮。你做因的布洛卡，因若要爱即个爱汉人的物件，就透过因；若汉人要爱山顶的物件，就透过因。所以伫两面得利。但是伊伫遮咧做伙的时阵，含顶悬的嘛是足济冲突。但是冲突无一定讲24小时拢咧冲突，所以有即个交易的问题。佮接触的时阵，一定是你影响我，互相影响。但是汉人即马拢讲是我影响你，是。我无咧互你影响的。所以文化接触的时阵，上重要一个就是在地化。在地。像讲。这个排湾族因有一个，就因的祖先的来源是太阳神树能，伫迄个甕仔内底百步蛇解孵化。阮凤山八社甲布隆遐的人，就甲这个卵这个观念，因为平埔啊，全部台湾的平埔拢无卵这个观念，伊就甲摕迄个叫做神卵。内文即马平埔啊去遐的时阵，有哪受到土匪的影响，所以伊嘛是爱组织这个送工程。是。但是我咧学理的时阵，我就甲阮的迄个咧拍锣啊的迄个姿势，狩猎的迄个姿势，就放伫送工程内底啊。不过，咱来去了解着讲，即个平埔宋江伫咧内门怀山即个所在的发展吼，咱就当了解讲，迄个族群甲族群之间吼接触了后，而且吼融合的即个过程。当然啦，咱即马吼先来休一下喘，啉一喙仔茶，咱下面吼再来请教授甲关注继续甲咱开讲。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国旗打拉祖古金，基地丹巴萨萨吉阿呀，那努农人国旗打拉祖古金。李慧琪是内蒙目沙油厂教会牧师娘，伊的本名叫做马吉吉达瓦里，马吉吉是中心的意思。伊甲伊的翁婿拢是西拉雅的人。因规个家族守伫即块土地，衷心守护西拉雅的文化。嘿，你吼，你足标准的，我唔知伊甲我讲的足标准是啥物？伊甲我讲，你足标准的平埔的呢。
我讲怎样是安怎看出我是做标准的平埔？我以前拢互误会，讲阮是番啊，发现讲啊，原底以前的平埔，以前的西拉雅迄个汉化的过程，实在是一段的辛酸史啦。西元1624到1662年，荷兰统治台湾的时期，中南部就4-5万人的平埔族，也毋过即马大多数拢被汉化，方叫做平埔族，却失去南岛原住民家己的身份。因身份的改变是甲汉人的移民开发有关。分布伫嘉南平原甲屏东平原的西拉雅族，因为汉化却失去家己传统风俗文化甲语言，佫久长以来甲汉人同婚，已经正作为一个全新的身份。我感觉阮的对伫平埔这个名词，阮以前是感觉真无清楚的、陌生的吼。啊，了后渐渐读册，国中、国校拢阁无啥物感觉，总是读国中了后出去到伫外口，发现做侪同学甲阮笑阮皮肤乌乌，叫阮烦啊。啊，对迄当阵对伫一个囡仔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伤害。是咱也平埔族的这个名词渐渐有接触的时阵，去发现家己的身份是一个真特殊的身份，是一个属于西拉雅平埔西拉雅族的这个身份。知影家己的身份以后，李惠琪转来到新港社目沙拍拼。虽然但会当用汉人的语言传承西拉雅的文化，也毋过伊也是真拼死的找找家己的母语。哇，拄则这 VCR 内底即个西拉雅的即个歌谣吼，啊，我就想讲，馆主啊，即个西拉雅的文化吼，甲伊的即个平埔宋江，这中间到底有啥物款的关联呐？就是讲吼，你迄西拉雅文化慢慢消失去，你有啥物看法甲想法？因为即马大部分是拢较汉化，即种物件无人伫学习啊。唯一的就敢若有伫即个我知影，就是即个佐镇西拉雅的会长万书坚，伊有咧教咧学生，过来就是阮目沙国小。目沙国小伊安那有咧推广这，伊安那有咧教，安那老师伫咧教即个西拉雅的言语，甲伊的音乐。上港的问题就是敢若阮家己阮祖先敢教啊。阮公啊教阮爸教我，安尼学落来，一代一代安尼传落来，学落来。因为我是举相补的，阮公啊举相补，阮爸举相补。啊，阮迄阵咧学是伫阮兜学下才出去的。啊，所以讲阮的上港是大部分拢人口数80%拢是西拉雅的，西拉雅的，你都学的啊。所以讲阮的节奏会感觉较紧。个咧讲也紧，速度也紧。所以讲又含即个汉人上港无共款的，步数啊，佫保存足侪拢无共的，像这田鸡米、托家条啊，也是讲举迄个鸡青，鸡青就是讲咱较早门口定咧白切啊，即马就遐赶遐鸡来食切啊嘛，用迄一支竹啊，刣互安尼，叫用声安尼。所以讲安尼听起来吼，即个族群之间吼，即个接触啊吼，甲融合的即个过程嘛，真有特殊的即个过程啦吼。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吼，我自细汉就听人咧讲吼，咱有长山公，无长山马，无即个番仔公，但是有番仔马。教授啊，即句话吼，即个俗语到底是安怎来啊？最主要就是早期的这个治台禁令吼，治台政策最主要的，不管你官员还是兵来台，还是人民来台湾，绝对袂使虚假待卷。对。你这个独神啊来台湾，无够的独神啊来台湾。嘛毋是。你来这边呢，汉人呢，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成家是爱成家啦。汉人就会当利用平埔啊的这个婚姻的制度，就是讲因是女婿主义，所以是招安呢。是。咱来汉人的罗汉卡，
就假先嫁人。哦，是安尼。然后那假使因太太生囡仔、生查甫的，这个汉人呢，就带这个查甫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因为汉人是官方是承认男系主义。是。安尼的时阵呢，英国迄个西拉雅迄边，那假使讲一个家庭有2个小姐、2个女儿，这个 A 嫁出去啊，娘家就带着还没有出嫁、还没有遭罪的女孩子另起炉灶，整个女方这边的财产拢对比做这个囡仔接受啊，这嘛囡仔。当然，因老爸就讲迄是我的啊。安尼那遮尔好啦，对啊。那个长山讲有影拢遮尔好吼。其实这个族群的融合的这个过程中间吼，你别讲这是一个利用也好，但是事实上到尾吼，拢是一款自然日久生情的这个情形，所以讲这嘛是族群融合的一个过程吼。我感觉讲今仔日真有这个吸收啦吼。当然啦，咱了解到讲这个汉民族吼，甲即个西拉雅呀、北部吼来融合的即个过程，咱了解愈深，咱就知影讲，其实吼，咱不管你是较早来，还是较晚来，还是讲你是为倒位来，或者是讲你是在地，不管如何啦，咱即马会当生长吼，共同在即个土地上吼，会当算讲是一个真幸福的代志。咱就爱好好把握咱即马现代即个和谐的社会，咱互即个社会吼愈来愈和谐，愈来愈进步。当然啦，今仔日吼，咱难得有关注吼，伫咧现场嘛。咱讲到即个以前吼，咧北部宋江甲一般汉人的宋江有无共款的所在咱会当请关注吼来现场，甲咱示范一个，把握即个机会因缘吼，现场示范一寡较无共款的动作，互咱了解到讲即个北部宋江的特色，好不好？来。OK。关注这有多少？参加味。这都参加味哦，味偌低。爱足低，我做鸡，我做鸡，来咧，踢脚跳，好教你，踢脚跳，水啦！感谢关注，感谢教授，加赞哦！这时间真紧，着一坎山，暂时离开着真不甘。是无去嫌，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顶用俗语甲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顶。